迄唔迄零先生？嘿啊嘿。叶片有嘅东西，请调查一下。哦好。欸你做得冇？冇事啦，不过啊，一下输好的东西有系列多，冇方便拿。哦，冇啊，老有拿上去啦，也东西安从。啊，唔怕啦，我係識來嘅，我3年都做得咧。我爸我妹就講，自家做得做嘅，就冇咁麻煩騙人。细来的咩要感觉东西当从啊？我也下拄好冇事，我老有天数啦。好，安子說。唔使客氣。像你阿有你嘅有3年唔到咧，上擺啊拄到牙套子，落家來做了1-2課，我只不過係講了一句，用做困咯，家來既然就對我吧。不過大家想去做乜嘅，係家自由。不過拄到看唔慣嘅人，行係可以互相尊重。我都係只想係留喺幫天嚟看都好嘅，自家做得拿上去。好啦。安子說，希望你見明年順順利利。好好。大家好，歡迎大家多轉來喺你嘅客家名錄學院嘅課程，我係圖書中阿忠哥。第上一堂嘅影片唔知大家有知道當場自家生活都會遇到嘅上家們嘅情況嘛？接上啊，你下千多人食東西、啉東西，甚至係平常日常生活用到嘅東西，都會很愛數。我是有安樣嘅經驗。我自家落太水嘅家下，落太熱嘅時間，我變嘅起蒙掉意，明明就係行嘅後行5分鐘就會堵到嘅一種點，不過我絕對冇愛出門，絕對冇愛出外，就很愛送那個送過來。你大家平常時係安尼嘛？不過堵到愛送鹽嘅時間，聽錯為那個上家們，佢聽錯咩問一下你。係想乜嘅？請問你係乜啥麼？第一個我搞大家就係，請問不好意思，請問你是林先生嗎？請問，記得哦，嗆，很像華語，我嗆聲跟你嗆一下。好，吃那個辣椒，吃芥末，很嗆的嗆，有一點類似這個發音哈，嗆悶。嗆悶，好，下輩你就做得錯一隻嘅。請問是不是林先生？嗆悶係唔係林先生？嗆悶係唔係林先生？好，有幾個地方要注意哈，這邊非常多的麼哈。第一個嗆悶的悶麼，它是悶，係唔係？我們平常在單獨念出來是黑唔黑，可是我們在口語上，如果是語速比較快的時候，會變成黑咩，好，一定要特別記得。再來第3個林，樹林的林，蘇林站多嘞，那大家坐火車一定會遇過嘛，所以這個林呢，在客家話特別要注意，因為它是一個閉口音，所以你的上下唇一定要合起來，絕對唔係林先生，唔係林哦，係林先生，林先生，請問係唔係林先生？請問是林先生嗎？好，下輩。你要不要來檢查一下你今天點的東西都有沒有到齊啦？檢查客家樣板戲來講呢，就係檢查啊，這個檢它是一個下降的聲調哦，一定要特別記得哈。檢查好，而且還有第2個重點就是它也是一個閉口音，所以呢要再次記得讓你的嘴巴雙唇好勤勞一點，把它合起來。檢查，好，下輩你就坐得來看一下，這邊有你的東西，請檢查一下哦。外送員可能會這樣跟你說嘛，請你來檢查一下，好，確認無誤，我就要走咯。鴉片有5個東西，
请检查下。鸦片有给东西，请检查一下。哦，这边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是这边鸦片有给东西。你看我们的客家话的连读变调非常的多，又来一次哦。本来应该要念东西，可是我们不可以这样念啊，不可能这样念哦，就跟我们不会念总统，不会这样念，在华语念总统，不会念总统嘛。好，但是在客家话，东西才是正常的发音哦，千万不要念成东西了哈。好，下杯请检查一下，请检查一下。哦，过了一拜哦，这边有你的东西，请检查一下。鸦片有给东西，请检查一下。好，检查完了之后呢，他就会说，可是我现在手上都是东西，我不太方便去帮你拿过来，好，不方便。客家话要怎么说呢？无方便，无方便啊，不方便，哦，不方便做什么事情？无方便，老你天数不方便帮你们的忙。再一次哦，无方便，记得这个逢，它是一个 on 的音哈，要特别记得无方便。还有这个方便的便，客家话呢不是 b 哦，是 p 哦，所以方偏某方偏。好，下杯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句子。他说：“我现在手上的东西有点多，不方便拿。我呀哈数项东西有一系列多，无方便拿。我呀哈数项东西有一系列多，我现在手上的东西有点多。”不方便拿，某方便拿。要记得客家话的拿跟国语的拿刚好声调是一样的，都是拿，往上升哈。我呀哈数项东西有一系列多，某方便拿。数项就是手头上的意思，正在手上。好，你就做得按呢老几讲下杯。好，可能要不好意思，要麻烦你了，真的麻烦，跟华语非常的接近，老法你懂想腔唱嘛，所以呢，我相信这个词汇对大家来讲，不困难，不会困难，麻烦，好，只是要特别注意，刚好客家话这两个字都是低的哦，麻烦比较不好念。好，大家太敢哈，填翻音的时间不要念成麻烦哦，千万不可以这样，不要受华语的影响哈，是麻烦。好，好不，你来看一下第一，自己可以做，就不要一直麻烦别人。自家做得做，就莫紧麻烦别人。自家做得做，就莫紧麻烦别人。自家就是自己。每周在讲切嘎或是切嘎，两种发音都可以哈。好，做得我们在前面有教过做唔得，但现在教的是可以能够表示条件可以做到，做得做得到可以做。好，就莫紧麻烦别人，莫就是不要的意思莫去做这件事情，莫紧麻烦别人。紧就是一直怎么样他一直看电视，给紧看电视，一直在做什么样的事，不要一直麻烦别人，莫紧麻烦别人。好，记得这个撇或是撇它的声调是一个入声字，所以呢它也是短促的撇引又来了，客家话非常的多这种你的声母，一定要特别注意，莫紧麻烦撇引。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有礼貌他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小孩，有礼貌有礼，懂有礼，非常有礼，非常的谦逊合理有礼貌，非常的有礼貌，懂有礼，这边你看又是连读变调，我们不会说有礼不会一定是有礼，
们来看一下句子喽。像你啊这么有礼貌的年轻人，真的不多了啦。像按有礼嘅後生人無多誒，像按有礼嘅後生人無多嘞。好，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里面有非常多要跟大家分享的字，按有礼，这么有礼貌。後生人，後生人要记得看，这个韵母非常的难念哦，跟刚刚頭弦一样哦，都是 L 的韵母哈、哦。後生人，無多誒，或是無多嘞，都可以哦。哦，像按有禮嘅後生人，無多誒。像你这么有礼貌的年轻人啊，真的是不多咯。好，下杯呢，我们就可以说，我看不惯这样子，这个作为我真的是看不惯，看唔惯，看唔惯。好，记得这个 con 比较难发音哦，要记得它是一个 o 的韵母 con。好，舌尖顶到牙齿背 con 唔惯 con 唔惯。好，要记得是双唇音。好，下杯要尊重他人。我们在那个社会上啊，有赏是会读到看唔惯的事情，不过其实合理的啊，它是合理的哦。但是只是你自己不习惯，所以呢，就算你看不惯，还是要给他尊重。尊重，客家话怎么说呢？就会尊崇，尊崇。好，要记得，你看第一个。又是连读变调，我们不会念尊崇，不会，一定是尊崇。第二个呢，聪，一定要记得中间的韵母它是一个 u， 所以一定是聪，不要念成聪了哦，绝对不可以哦。尊聪。好，下杯我们就来，今天学到哪个句子呢？给你后头那一条给记嘞。遇到看不惯的人，还是要互相尊重，遇到看唔惯嘅人，還係愛互相尊重，愛互相尊重，或是互相尊重，这两个讲法都可以哦。看唔慣，遇到看唔慣嘅人，還係愛互相尊重，還是要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哦。呢基本嘅試湯呢，就按嚟學睇嚟，唔過嚟沙下來，我本大家聽下來複習下，基本從頭到尾，從頭到現在，到底學了哪條詞彙、哪條記嘅，本大家上家門嘅時間做得用得到。你先看一下樣片，等下再來繼續讓大家聽下來分享了。